早晨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You Need So Jenny 呢個早晨冥想系列。今日我哋會一齊透過呼吸、身體嘅覺察同埋強大正面肯定語，幫你喚醒身心，等你可以正面、自信、充滿能量嘅狀態之下展開新嘅一日。唔需要特別嘅姿勢，舒服咁樣坐低或者瞓低都可以。而家請你先揾一個舒服嘅位置，輕輕閉上眼睛，或者眼神放鬆向下望。首先，我哋將注意力放喺我哋嘅呼吸上，慢慢咁樣深呼吸，等空氣充滿你嘅肺部，然後慢慢呼氣，將琴日所有嘅疲累都呼晒出去。再嚟一次，吸氣，感覺新鮮嘅能量進入身體，呼氣，釋放所有嘅壓力。我哋繼續用鼻孔慢慢吸氣4秒，1、2、3、4，再 hold 住平息，閉氣4秒，1、2、3、4，慢慢吐氣6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哋重複3次，每一次嘅吸氣，你都喺度吸緊宇宙嘅正面能量；每一次嘅吐氣，你都放下唔再需要嘅東西。吸氣，閉氣，呼氣。跟住自己繼續做多2次。而家我哋嚟做一個全新嘅身體掃描，將我哋嘅注意力從我哋嘅頭頂開始，頭頂去到我哋嘅頭皮，眉心去到我哋嘅眼睛，兩邊嘅面頰、下巴全部放鬆，到我哋條頸，兩邊嘅膊頭，讓我哋嘅膊頭慢慢向下沉，手臂、手腕、手指，到我哋嘅心口、心臟嘅位置，感覺到我哋嘅心跳平靜而有力。到我哋嘅腹部、背部、腰、臀部、
大腿、膝頭哥、小腿，再到我哋嘅腳踭、腳趾，全身都放鬆晒。無論今日係晴天定係陰天，等我哋都可以沉浸喺舒服嘅晨光之中。而家可以同我一齊講正面嘅肯定句，或者係心裏邊默念：我今日一起身，充滿活力同埋感恩。我嘅身體健康強壯，我嘅心靈平靜清晰。我值得擁有美好嘅一切。我相信自己，我有能力實現所有嘅目標。今日我會遇到好多機會，我會用愛同埋正面嘅能量面對每一個人、每一件事。我值得被愛，亦都值得成功。我嘅潛力無限，我正在成為更好嘅自己。我選擇快樂，我選擇感恩，我選擇豐盛。每一步我都走得自信而且輕鬆。宇宙非常支持我，我總被美好嘅事物包圍。今日我一定過得非常好啊！而家無論今日係晴天定係陰天，我哋都可以想象今日嘅一日好似陽光一樣燦爛。你見到自己微笑住咁樣起身，好有精神，順利咁完成工作，被愛包圍，充滿住成就感。我哋要好好記住呢份喜悅，同埋打從心底感恩。最後，我哋深深咁吸一啖氣，帶住呢份能量，慢慢咁張開我哋雙眼。好啦，我哋可以舒展一下我哋嘅身體，準備迎接美好嘅一日。多謝你今日陪我一齊冥想啊！記得將呢份正面嘅能量帶到去生活當中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或者呢條聲頻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好朋友，一齊傳遞正能量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